来过来，这个是国民党的立委王晓玲，伫个微信来发文章，讲李勇、王泽连是中国人的骄傲，啊，伫个面册是写台湾之光，引发着争议咯。甚至有网友来不满，你以清华大学研究室的外口打纸条啊来打讲，伊是中国人教授。王晓玲今仔日甲攻击的人呛声，讲话唔对重点。伊讲，咱就是中国人啊，这有啥物唔对？国民党的立委王晓玲伫微信顶端发文章恭喜王泽连甲李勇搁再摕到金牌，严格落尾刷写一句“中国人的骄傲”。颠倒面册这边写讲台湾的公营，这两种讲法，互网友真看袂过。从历史文化、血缘还有民族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中国人，这有什么不对？不满也祝福红挂乌。王晓玲参加宪法的法定进程，搁再讲到林用配，有关坚持讲是中国人的骄傲，更加考试美伊人是找唔到重点。中国人他不是对岸的一个专有名词，我们身住在台湾，我们同样的是中国人，就是广义的华人。如果有一个部会首长，恭喜林洋，台湾之光。不过同时他要在他的微信也写说，恭喜林洋，中国人的荣耀。你到底是中华民国的部长，还是中国的部长？我们本来就是中国人，不然是什么人？好，请问。不然是什么人？这句话是不是反秩序？王晓玲这段话，意外成做宪法法定的插曲。当然，伊伫清大研究室外口，拢轰打中国的客座教授。那安尼，王晓玲更加互网友掠包，伊的文章翻起翻倒。原本写连续两届拢是两坏中国人来对战，这是其他外国队未必之例。严格文章无到5分钟的态度，该写讲连续两届拢是咱炎黄子孙两坏同胞来精彩修正。代表台湾的立法委员却用这种话来去撕裂台湾人民。中国跟台湾是两个互不隶属的国家，那两个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历史。李洋跟王麒麟得冠，那么是台湾人之光，中国人的骄傲，这样可以了吗？王晓玲讲话引发着争议。以危机处理的定调，嘛好精明，真积极。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